維護國家安全係一個整體嘅概念，佢當中有政治安全啦、經濟安全啦、金融安全啦、社會安全20個好重要嘅領域構成。其實每一個領域都要運作暢順，都要完整無缺。咁先至可以環環緊扣咁樣織咗個安全網去保護市民，先至可以安心無憂咁嘅生活。2025年是香港國安法實施5週年。香港廉政公署2024年民意調查顯示，98.7%的市民過去1年未接觸貪污，97.4%的受訪者認為廉潔對香港發展很重要。近日，廉政專員胡英明接受中新社等媒體採訪時指出，香港國安法鞏固了香港法治基礎，讓反貪工作在穩定社會環境中更加高效推進。假如有一個不法分子，佢利用咗行賄嘅方法去行賄一啲資訊科技人員，俾佢哋可以進入到一個金融機構嘅電腦系統進行破壞，又或者係另外一個假如啦。假如就係話，如果佢哋去行賄一啲技術人員，俾佢哋可以冇通過任何安全檢查嘅情況之下，進入啲大型基建嗰度進行破壞，你可以想像到個後果非常嚴重。我好開心見到，因為香港國安法同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施咗之後，除咗話保護咗維護咗香港嘅個國家安全之外呢，對於香港嚟講係一個定海神針。胡英明介紹，成立於2024年的香港國際廉政學院已成為香港與國際反貪界溝通的關鍵平台，向海外展示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的法治實踐。未來，廉署還將着力培養香港青年人才，加深他們對國家安全的認識。香港國際廉政學院呢，邀請好多海外嘅一啲反貪人員嚟到香港度上個課程啦，俾佢實際睇下香港嘅情況。譬如好似我同埋我啲同事，喺過往一段日子，其實係馬不停蹄咁樣去到世界各地嗰度去進行交流啦，去進行培訓啦，咁澄清翻一啲海外一啲機構抹黑香港嘅法治啊、一國兩制啊、香港國安法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方法。同埋同一時間，我哋都會安排年青人同一啲海外嘅反貪機構人員去溝通，鼓勵年青人向海外嘅反貪機構人員去講解翻現時喺香港生活嘅情況，反映翻現時我哋喺一國兩制同埋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嘅情況。因為香港未來係青少年嘅，例如好似我哋嘅青英誠信領袖計劃，就去培訓一啲年青人，希望年青人透過我哋呢個活動，佢更加了解到國家安全嘅重要性，培養呢啲年青人正確對於國家安全嘅概念。